而家等我哋嚟重溫一下安裝塑料窗施工程序嘅重點。必須集齊有關嘅施工圖則及樣板，呈交俾則師審批。每隻裝嵌完成嘅塑料窗需要做全面質檢，確保尺寸、質量符合圖則要求。所有塑料窗必須要用合適嘅膠紙做足保護。塑料窗嘅中橫料坑同埋底橫料坑必須放上木條加強保護。企料之間闊過1米，就要加上臨時撐通，以防運送期間變形。安裝塑料窗之前，承建商必須提供足夠同埋準確嘅平水墨線。石屎窿位必須要冇黃蜂竇、沙眼、石屎過高或者過低、崩角等，並且要確保冇板皮、鐵皮等遺漏。塑料窗判頭必須於地盤做樣板房，並且經則師審批之後先至可以大手施工。窗框邊防水抿泥必須用則師批准嘅抿泥抿口。所有抿泥必須進行100% 防水測試。所有接膠必須平滑暢順，冇窿、冇斷口同埋冇起泡。安裝玻璃要按施工章程安裝足夠嘅 setting block， 確保4邊玻璃線安裝穩固，及喺玻璃面擠適當嘅玻璃膠。完成塑料窗玻璃安裝之後，必須進行100% 試水測試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